翻开一段尘封的记忆，讲述一个凄美的故事。今朝你继续来听《翠海棠》。今朝《翠海棠》这部书的什么意味着啊？放到今朝，我想观众朋友来猜想，翠海棠真的是可怜呀，应该会得有个好的结局吧？但是故事的发展总归是让人出乎意料的。咁到底是啥呢？请听徐慧欣专用弹唱的《翠海棠》第26回，接送南返。可问相逢能几时？不知送为时候你。崔海棠看见娘头两家头紧紧相拥，搿个辰光里百感交集。卡文，因为搿个两家头的碰头，花出几花心血，梦队里还是一直辣浪做搿个一节人，今朝是真的看见这样一节。那么非要去关你崔海棠，难往里向进去啊！其实所有的观众、所有的听众朋友们，侪希望你现在进去合家团圆，叫做崔海棠。隔开搿种例子，对里向别过侪过了2个字，了了搿个2个字。随后崔海棠身体调转，追。我设置上个几乎你是我师，我曾经有非常长个日脚，我一直是不理解。实际崔海棠应该是人到至搿一个地步嘛，我想上去，难不会追。你搿个辰光，你死，你是十分可惜。但是，假设崔海棠里追了，现在理解崔海棠里追，你去死，你搿辰光心情竟然非常轻松。哪会得轻松？其实崔海棠，我辣搿个世界浪向，经受了16年的苦难，你是因为有3桩事体一直挂辣心上。哪3桩事体？第一桩事体，那10多年门前随辣两面讲，各位是大家听过。当初我崔海棠胸部拍一记，陆香怡，你要想获得自由，你要想离开尤宝湾，我虽然是个戏子，我一定会得倾全力我帮助你。搿一句闲话，还是说哪怕我死，我帮你，我同情你。结果不晓得后来，因为自家感情的投入，顶到顶还得陆香怡，晓得你是归了神的。搿一切的一切，崔海棠觉着是我害子呢陆香怡。搿桩事体分走成功。到今朝一日，尤宝湾县陆香怡获得自由，不管哪样说，陆香怡终受自由者。那搿一桩事体。2个字。第2桩事体，那就是搿一个囡恩，血泡泡这样一个，自家都不相信自家搿一个小囡也养得活，但是居然搿个囡恩亭亭玉立，初中毕业毕业以后，送到那陆香怡手浪向，不是一个大学生。搿个是唯一的遗憾。今朝娘头两家头，你看搿种人的样子，你就看得出，陆香怡几乎欢喜搿个囡恩，可以商量讲下来，你要比我唯一欢喜搿一个囡恩。那我崔海棠搿一桩事体，我可以放下来只2个字。第3桩事体，搿桩事体。啥个事体？那就是搿一段情。我当年陆香怡搿个一段情，想起来非常之美，有抗争之美，有子女之美。但是搿一段情也是苦不堪言。你想，
一分分开着石岗几户人数。然而，今朝一日拿来想搿一段情，其实搿一段情啊，老早就应该了着。啥体？今朝个碰头，今朝你哪会得夫妻碰头？那是因为昨日分手嘛。今朝我现在今天再碰头，注定明朝还是要分手。但是搿一个分手里向个陆香怡你勿晓得，而我崔海棠，我再清爽，搿个分手没几日天，我搿人10多岁的，啥体呢？我不过就是为此16年的相思，我去敞开搿一种例子。但是崔海棠，你也晓得，你现在爬进去，不过就让刹那之间。陆香怡啊，你脑子里一直保存着一个非常漂亮、充满活力、很温柔的崔海棠的形象。但是随着搿个刹那之间，你往里向打进去，你石岗完美的形象马上破碎，脑子里向将乱成下来2个形象。搿么崔海棠你啥体呢？啥体？你今朝个发进去，你就让陆香怡脑子里就涌上涌死，保存着石岗一个美好的崔海棠的形象。有人说崔海棠你也是实话，所以为此搿一个形象，你情愿用自家的生命去掉。对崔海棠来说，理以为是。其实搿个是应了中国古代哲学家囊做人的名训。古代哲学家是讲过这样的闲话，叫好即是了，了即是好。搿句闲话一听就懂，但是要做到搿个一点，要做到搿个一点的人很少很少。崔海棠也是一个人，极其普通的人。但是你谁要经过石岗许多苦难，是要到今朝搿一个地步，你方是大彻大悟。搿个一段情了着，可以着。所以啪啦，身体调转，随便到路达去，你已经非常轻松。崔海棠睡房间里向人没人晓得。娘侬两高头紧紧相拥，房间里向边浪向的人一时头浪侪眼了浪。也晓得边浪搿位老先生一看嘛，懂着。啥体一个热海娘，一个海囡，美姑娘原来哦，你到上海来，你是寻娘来个。小姑娘，你个外高头高，居然把你碰上娘哦！就是老先生替美白靠我出自家的眼泪，哇，眼泪浪滚下来，叫老泪纵横，实际自家本当是讲吓人讲，结果到那路浪向全无荣光，看见美白你叮当的为你靠我，为你落眼泪，突然你想到这，要紧过来，美姑娘啊，大伯，搿个是娘啊是不来碰着啥子？靠我，开心啊！我要恭喜他，恭喜你多啊！谢谢大伯，您带我出来才有今天呢。哎呀，非要讲搿种闲话，那么我现在要说两句闲话才。什么？你是不晓得，大清了这，你老娘家来寻我，当我寻相骂哟。我爸爸找您了。哎，为什么呀？晓得在你啥个忙唱了啥个事呀？那原来你呀吓人，我带你讲清爽之后嘛，那么你晓得的那。3000块洋钿，你包托我陪你来我给，是这么回事啊！石岗桩事体，那么我要问着喽。哎，那么你老娘家你不晓得你会得碰上娘喽？大伯，我也才知道呢。你也是刚刚晓得，啊是？那么石岗蛮好，你的娘讲闲话，你多开心啊是？我先回转去，
好的。我先告诉你，要让你先扛回去啊！伯，你跟爸爸说，我跟妈妈马上回来。马上，谢谢你这个这个涛涛，根本你都讲，我先追上，老先生要想追，哪好不来追哦？老先生，带你看看老先生，那是恩公啊，没那是哪有你搿个人家和家头有把拿过来搭配，拉开了里向拿出一只铜钿，哎呀，几乎要500块洋钿哦。喊老先生，你慢慢讲，老先生，你这钱拿着。姥姥一看嘛，乖的，坏，一只铜钿了，不，他想，不，反正弄搿个铜钿。怪着陆少华过去拿不离，陆少华过来嘛，拿老先生水案桌子上拖过来嘛，拿个铜钿往这里水里向一倾，拿着，大伯你不拿，我公妈她可要不高兴的。哎呀，搿个人家3个分不里多铜钿，不卡我，不是他到搿个不好意思个要分，你不要把他心里想。啊是，陆相爷搿句闲话叫不讲，今朝是不拿500块洋钿留下来，我又得不拿铜钿了，500块洋钿算啥？那么因为老先生留下来个师傅多我几句闲话，努力先不要脱。老先生有这500块洋钿，你想你再去买啥个厂呢？服装子，尽量不老。边浪向一角，做啥个事体，从出就业，重新做生意。老先生又会做生意，人厚道。第三是讲信用，回归东山再起，生意后来做到南一日，上海嘛，所以再从上海一直做到天津，回归搿个一大路浪向，搿种厂啊，搿种店啊，搿种办公室啊 ，office 啊，几乎嘛。搿种生意大得难一日，我说不清爽。中国张王先生有300几十个张王先生得来你想，我姥总算后来是好虽然。房间里向陆少华搿张面孔来尴尬，啥天姑妈，你骗人，你骗我，啥天你说你哪谁晓得今朝碰着是侬？哎呀，做媒人了啥？你骗我！哎，但是大学生哪样想呢？算了，说到底，搿个是个缘分。本当我哪样想，借3000块洋钿拨了梅伯，将下来，梅伯是终身感激。那现在分3样桩事体，啥天搿铜钿姑妈拿出来，姑妈买改铜钿，那是梅姑娘的门招过来，身浪向行头一换，啊是。再过一枪，你假是上海名头打出来2样子，不是我陆少华要不要他，而是他要不要你陆少华了。到搿个辰光，扎一步步，吃改了才讲。陆少华一往下头想，也是心酸的，但是上面头浪向大学生给他把个拳头吹出来，姑妈别难过，妹妹别哭了。梅伯就是没再过来哟，一边面谈嘛，哎呀，搿啥妹妹是搭少年大姐2样子哇？那么真个跟妹妹在东间，心里向辣浪急，对你妈妈难翻一急呢，我心里向有数嘛个呀，难谈我喊我东个呀，搿么哪哈呢？翻急袜子里哟，稍微开没法开，搿块揪头鱼辣浪水里向捏过来。捏过去，隐隐入内，懂哪会得不懂？搿个就叫家家要传不清，哪会得不懂呢？陆相爷辣边浪向看得清清爽爽，搿个2家头，哎呀，搿种漂亮，搿种配置，天人一对，地人一双，因为是又是灵风，亭亭玉立，匹配了匹配。但是阿仁儿子今朝真个对勿住，今朝只要我是来喝家头鱼来。那么说，少华，你先转去吧。留下来，我为许多许多的事体，你先转去，你们再回来读书。啊是，陆少华责怪，说公妈搿部车子让拨你用，但是有一桩事体，因为你公妈驾驶回转去碰着夜搿桩事体，你叫我哪能说？陆先生说搿个事体是我的事体，你说不清爽，是我来说吧。
找脱陆少华，陆少华让你转机，让侬两家头楼浪向并无对过，好说要赶转去。妹宝，妈妈，爸爸现在他在什么地方呢？他说要去天长舞台一次。天长舞台。我想现在差不多应该回家了吧？是吗？啊，妈妈，走吧，走吧。我心里最担心就是爸爸一句话。他老说他不想来上海，他是为了我才来的，不是为了我，他早就死了。妈妈知道。咱们走吧，回家吧。听见回家两个字，每把眼里也出来着。对了，你这个家得今朝才成为真正一个家。妈妈，来，我扶着你。来，妈妈，当心了，妈妈这儿有门槛。妈妈，这儿下扶梯了呢，有好几个，你慢一点哦。我知道。来，妈妈，小心点。来，妈妈，当心。这个楼上一个耳朵半边，只听见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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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连串的妈妈，我都要输脱个只。16年，搿一种心酸，把了侬一些些辰光全部卡脱，让侬两家头下去坐上车子，边哈舞蹈片刻赶到华人客栈，车子停，车门开，陆香怡下车子。妈妈，没别带我对吗？我先去看看啊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那个前头一路奔奔，爸爸妈妈回来了。黄龙往那海里向不回应呀，但门根是一口门，门缝里向没等出黑，门推开，哎呀，要不了啷回，灯开两门。妈妈，怎么回事？爸爸没回来。没回来。你看人不在呀。你说起来，他现在要么还在天长舞台，我们去找他吧。好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妈妈走好。搿些辰光，陆香怡其实关心劲啊。最后那妻子应该说起来，你应该转来了，你啥地方转啊？阿会得那个10段母亲的，你一浪浪台浪向去做搭跳边上啊。出去坐上车子，往天然舞台而去。我晓得观众朋友们最关心，那就是崔海棠现在到底辣浪落档？崔海棠谁辣浪天然舞台？崔海棠哪会得到天然舞台来？搿就是做人，啥体戏归戏，但是搿日天黑三母子，还有小王也拨自家个铜钿嘛，搿个铜钿应该还清爽。做人搿点要硬气。因着《红楼梦》里向一句闲话，出条条来去无牵挂。搿个两步路吃力啊，从金陵追家一直冲啊冲啊冲啊，冲到天然舞台，后门辣浪木进来门，看见了恩公钱家旁王先生。咦，老三啊，你来着？哎哟，上有福看见呢，身体还低脚啊？多了，好多了，好多了。哦，像啥事为哈？那么我跟你讲哦，你从天边翻做到好，你常常也当我讲的，你不当我讲嘛，那么还不是？今儿就是来和你说一声，从今往后再不走跳一次。哎，那么对着，从今岳飞说，我跟你讲，身体还低嘛，我来听听看，还有3位生理点个生活，好啦。哦哟，袋袋里向摸出不过样的，王先生。小天。2天的包银。反正，哎呀，你用动地当屁，哎，我搿点委屈个了，别客气了。你的日子也不好过，那么真跟我还不好意思说，你不是你是个汉人，还是个点委屈？在哪儿啊？哦，黑三母子啊，你们来地方问到身体定期改啊，你过去嘛在啊。找他有事。快点去吧，差不多都要上考试了。崔海棠一步一步忙整个化妆开，搿面朗朗冲过去。阿晓得谁让搿个辰光背对娘囡两家头，有门浪进来了，咕。先王听见声音对不走来看哟，哦，搿2个女人身浪向行头笔挺，趴头一落，看得出个圆筒地拐，那摆在后台来着。哟，因为太太有事情问，你多坐下。先生，我们到这儿来是来找一个人的。姓人啊，姓啥人？邱海棠。崔海棠，不怪，那叫吴玉琴。
好红玉就不怪飞。哎呀，陆三有点奇怪，对侬看看那个药辣浪给他，你用啥个名字叫啊？你班对娘毛毛，你吹黑当了红玉就没是一门复杂子哟。你一门班太太，吹脸儿后生那么门得着，我来吧。大叔，这位是我妈妈，刚才他说的人是我爸爸。我爸爸其实很好认，脸上有2条刀疤，一个眼睛坏的。他，哦天！跳什么？跳什么呢？天！跳啊！跳哎呀，肉脱个呀！天！天来北。跳老板，哎，天来北，天来北。好吧，那我们就是找这位跳老板的。说好么子啊？白太太高支部啊？有这样的高支部，四光样的做天边上爬着，你说不可能的哇！不对哦，里向有小花团进来呀，搿2个女人夫妻上路的啊！你到这里啊？请先生帮个忙，我们见个面。但不是我不肯帮你，你看到你还打后台呀？后台有后台规矩。那后台兄弟，疑人不认，那么你都算害人该，还是不要进去？不是我不帮的啊，来是该。陆相义是见多识广，中国人的规章制度再多，乃是中国人的规章制度不齐然后，搿句闲话不妥当，再多了，但是搿个规章制度碰着一样么事，马上不算数。陆相义不好看。拉开来，里向弄出5块洋钿。这位先生，给您添麻烦了，来买杯茶喝喝。别，搿不可以的。一丁点小意思，拿着。哟，搿女人吃水的哦，5块洋钿。店里看看5块洋钿，你都男人辣盖搭贴神，你要补的嘞。搿哪还意思？你们，哎呀，你们这个小子，来，跟我来，跟我来。请。后生啊，你都讨囡恩来着呀？哎，那我一样不叫。一路，后生啊，哎，崔海棠，所寻到搿化妆间里向一问，黑三母子已经到台浪向去的，已经弄好着到台浪向去。那么崔海棠话身体调过来，忙正行头出来个辰光，伊都来听见了。后三搿面一看嘛看得清清爽爽，只看见娘侬娘高头跟上背后头哈浪过来。哎呀，崔海棠奇怪想，你都哪晓得我辣浪该大叫？哎呀，碰头！崔海棠想，非要碰头子，最近搿个年头身体哈了点要转，每日天辣浪该搭做生活，熟门熟路，四进五体，当，不晓得罗大力搿力气上去了。上去其实就是该搭个后台嘛，台边浪向一看呢，有一样物事可以做汤。啥个做汤？搿个抹布啊，上头落下来叫天抹，边浪拉起来搿叫团汤抹。团汤抹背后头有一块搿个物事，搿物事叫啥呢？叫鱼鳞片。这样块一块。假使你搿张台大，搿个鱼鳞片非常之宽，台小呢，搿鱼鳞片最哈。搿个男生天然的搿种对个鱼鳞片几乎能宽，崔海棠过来嘛，拿搿个鱼鳞片身浪向一抓。后生，喂，你人呢？哎呀，崔海棠再一听，一想，今朝打不过，啥体搿个小王子该到熟门熟路呀？我到了随便啥地方，你总归看见。那么难办，搿水慢慢就松下来嘛。所以在台浪向一看，巧着，只看见台浪向没人出，不对，那个说事呢说出乱动来着。台浪向哪可能没人出？也看戏浪向有种啥个赛车看了，还是暗头里向打，舀起锅里，搿暗头里向打，照样就摘光摘老子，还是有一束光头，哇，还是有亮光。台浪向哪可能没人出，没光头？听众们，过去辰光是有啥样一种情况？搿叫啥呢？搿叫抢镜，户外抢镜。抢镜就是上一幕戏，搿台浪向的道具比较简单，那么留下来搿幕戏的道具呢还是简单，所以维持大家在这项辰光，这项观众辰光，台浪向的辰光，所以呢，
等到了让后劲的辰光，随搿个抹布随不拉起来着。这等到结束，上头灯嚓一按，边浪向工作人员全部侪等好了，水浪向搿个物事弄好，所以等到啪一按，两半边个人哗出来着。那搬进去，爬上来，爬上来，别个就是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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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几秒钟，等到啪，灯光重新亮起来，那对台浪向一看，乾坤地道，搿个名堂叫啥？搿个就叫抢金。崔海棠老句，晓得辰光节短，抢金，蛮好。我就从该打青龙阁，我往搿面白虎看，我就奔过去。我奔到关面，那小王你要寻我啊，一时头让你寻不到。我从关面，我下去我追。响好叮当，崔海棠就望着搿面白虎看，搿个方向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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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然后台浪后头里向冲过去。崔海棠，你也晓得，搿个留下来搿一出戏，啥个戏？你也晓得，留下来搿一出戏是武松杀亲。武松杀亲么哪能？两家头打，武松西门庆打，为此要表示搿个狮子楼个高松，所以台浪向就用几只台子来表示。狮子楼，本事好的搿种富商3只台子，本事摊位的2只台子。今朝是为首搿个帮崔海棠忙的2只台子，但是崔海棠分享着心里无白，那台浪向你以为是空空荡荡，忙着问题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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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冲过去的辰光，杀两枪，后头里向。所以让抬锅啊，抬了这个抬锅，人搿个半背身体啊，抬锅浪向当当一上，崔海棠当然搿个人啪跪出去，3米开外，上得结棍，跌到地上，当然崔海棠就昏死过去。且搿个辰光上头灯嚓亮着，灯光闪一亮，搿个台子也帮忙。搿个辰光，啪啷当，台子也翻下去。台上下头个观众，看见么台浪向个人么跌辣地浪向，台子么翻到，啥个事体，啥个事故叫？前几排观众咣立起来一口么？你要说搿一个人是工作人员嘛，勿像工作人员啥体？搿个人只只就上山，勿是唱戏个，啥人叫轰过来一口么？认得个。包太太认得台浪向一个人，包太太认得。搿些辰光，你不唱戏么？你做啥家？有人辣猜，晓得个包太太如果让你一日天个日脚过勿下去，今朝啥天？今朝大概到台浪向来自杀来个，哇！自杀！哇！三王骑车奔过来，听见自杀，啥能自杀叫？台浪向事体两关心情，关里过个，当当当当。奔出来一口么？搿一下么总归谁了咯？那么个三王脾气呀，汪喊出来，后生啊，你让寻死喽！没把手了那边的，还听见个句闲话个，搿人三个像傻子一样个，都要背浪向爸，也想喊一声爸爸，一个字吃开么？搿人不来这样，忙着边了，真老乡喝酒牛嘛，奔出去。你已经晓得到了台浪向啥人，那一定是崔海棠，狗不掉许多，哒奔过去，对地浪向搿个人一口嘛，啥搿个就是肉情，搿个就是崔海棠啊，搿上面讲啥介难看啊，比自家做梦的辰光，搿个梦头里向搿个人的面孔还要难看。陆相义，哪会来得了爬举到地浪向，上去一想去偷崔海棠，不晓得搿个水打到你身浪向。啥个叫皮包骨头？搿个就叫皮包骨头，没肉个做啊！肉精啊！那个人哪会得弄得这样种样子哦？陆相一人心酸。那想你刚刚医院里向出来没几花日脚，一动真气，旁边浪讲真
那是不得了，看戏，台浪向白啷当，一个人这个翻下去哦，登时之间，不是台下头台浪台哇，真的是漏作一头。了解，有一个人比较清醒，啥人喝三母子？为啥么？看得出搿个河山，拿啥个路的呢啊？上得这样种样子，搿是饭店管理。要侬拿拖走了，要送到医院里向去。搿个两个女囚有一个不认得的，一个认得，一个就是那个囡恩，搿你听过看见些个。总是同志感情者啥个，是一激动昏死过去。阿么里向妖精就端出来一盆冷水，往这里到面孔上啪泼上去。罗香英眼睛慢慢叫，总算张开来。慢慢带点年纪轻啊，心得快。等他醒出来，心里向清爽啊，要那样子。定来摇着面孔朗口问：“爸爸，你别吓我，爸爸，你怎么会这样子？爸爸，快把眼睛睁开来，你瞧瞧，妈妈就在边上呢，妈妈回来了，我们一家团圆了呀！爸爸，爸爸，你醒醒，爸爸，醒醒！”崔海棠把了囡上推了浪，实际上汪啷喊，其实是尖叫啊！你看你个眼皮啊，像啥？辣浪动搿只。奈何脚边举步奈谁母女两全才我听得女儿声声叫弟弟，你往这边来，别忘就必得离别阴家一抹开。崔海棠一张眼睛啪张开来。其实过些辰光，崔海棠搿个眼睛勿叫张，叫啥呢？那叫死。眼睛掀开，里辣浪看，眼门前复复杀杀个人，奇怪了，有许多人的面孔看没看了浪，一个也不认得，总算有个把认出来着，搿个是小王。搿个是黑山母子，搿个是囡恩，搿个是香姨哇！奇怪了，看见罗香姨，不能认出罗香姨，虽然一身皮个面孔哦，擦，让
吹啊！现在吹海棠里是用足了自家所有的力气，拿自家的水浪举起来，来浪去。我只想你像布上那朵心，而今密密相对，只为更伤悲。我求你将这相思化作灰，化作灰。我心里焦热非你灭，我非觉你对女儿欢喜当作了爱，想我要追着，但是我有一桩事体我要摆脱你。说，那就是这个侬我摆脱你，你要欢喜你，你要欢喜你啥呢？你要像当年欢喜我崔海棠一样的欢喜呀！玉清，你放心，放心。没宝啊！爸爸，你醒了就好，总算醒了，爸爸。不哭，我没哭，我不哭。都不哭，不哭啊！16年来父女相伴，那是缘。为了你与妈妈，我们拼死在上海。我做无声，你卖唱，你上我们，都是为了把家带。你是好女儿，莫有好弟弟。不，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。今世亏待，我来世为爸爸对不住你啊！有后你偏偏身在后家，这蓬门生不逢时，生不逢时。上篇台词崔海棠到此结束。